於咧係郵輪碼頭啊，喺2013年啟用啦。咁早前呢，就係即係有關於呢一個郵輪碼頭營運商同政府簽訂嘅租約咧，就會喺2028年嘅5月咧係屆滿嘅。嗱，文體旅局咧早前都話考慮到咧國際郵輪咧會係早喺2年之前呢，就已經定一啲嘅航程，係為咗讓到新嘅合約營運商可以盡快啦開始安排郵輪停泊嘅事宜。咁所以咧就而家就住即係下一份嘅租約公開招標啦。咁嗱，當中亦都提到咧話下一份租約會引入一啲KPI 啊等等嘅咁一啲嘅關鍵績效指標。喺尋日九龍城區議會會議咧，都有區議員就關注到成個招標嘅安排啊，或者成個日後嘅營運係如何嘅。呢個時候就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九龍城區議員張景勛，早晨。早晨，蕭樂文，早晨，觀眾聽眾，早晨。你好，喺九龍城區議會咧，尋日討論到郵輪碼頭嘅招標安排，你喺會上面有冇都表達啲乜嘢關注？係因為尋日都喺區議會裏邊就同文體旅局咧都有咁多位區議員啦，同埋佢哋都有交流關於呢個嘅指標同埋呢個招標嘅狀況嘅。咁大家都有充分嘅討論啦，同埋主要都係講緊關於一啲即係喺嗰個將來嘅碼頭嘅營運商點樣可以係整體去管理整個郵輪碼頭，包括一啲嘅即係商用嘅範圍啊，包括平台啊、公園等等。咁我哋都會睇到就係嗰個定位咧，即係希望將來咧郵輪碼頭嘅定位咧可以更加清晰，因為始終可能喺啟德裏邊咧，其實有唔同嘅一啲嘅我相信叫地標啦，咁啊包括係體育園啦、啟航1331等等。咁大家其實喺嗰個社區裏邊嘅一個作用，其實大家都有唔同嘅優勢。咁可能喺將來郵輪碼頭嗰個優勢可以點樣可以定到，令到可以喺唔同嘅即係功能上邊，或者係嗰個協同效應上面都可以有所嘅作用，可以有少少優化啦。咁其實都歡迎嘅，非常歡迎一個4個 KPI 等等嘅一個績效嘅即係一個指標啦，咁樣。咁包括係一啲即係郵輪嘅停泊，甚至乎一啲唔係郵輪停泊嘅一個數字，可能你搞一個活動或者係人流等等。因為而家咧其實郵輪碼頭我見到嗰個效果有冇改善到咧？都有嘅，即係喺嗰個商用嘅出租率咧，都應該都係100% 㗎啦，已經。咁但係始終可能喺即係帶動人流上邊呢個效果未係非常之好。咁始終可能喺之前嘅一個營運商嘅約上邊，其實都10幾年前啦。咁而家有一個新嘅改善咧，其實係絕對歡迎嘅。有關於啲 KPI 嗰啲嘅要求，我哋轉頭講啦。但係頭先你提到一點咧，就係究竟郵輪碼頭嘅定位究竟係點咧？既係要考慮到佢一啲商業嘅管理啦，同時譬如而家話佢都要管理埋碼頭嘅公共空間，即係包括2樓嗰個平台花園啦、天台嘅卡都郵輪碼頭公園等等啦。咁你覺得咧點樣喺個招標上面係做到將個郵輪碼頭有一個嘅定位，或者個定位究竟要點樣先至叫做清楚？你覺得係應該係一個乜嘢嘅方向？點樣同譬如啟德體育園有一個配合之餘，亦都有一個分野當中咧？因為其實而家平台啊，同埋嗰個嘅花園咧，其實個使用其實係並非係太多嘅。咁但係其實依然都有個空間喺度去使用啦咁樣。咁我見到可能有一啲活動嘅搞手或者希望 book 場去做活動嘅，其實都會感覺到就係可能喺一啲地方去即係去思考點用嘅時候，或者 book 場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少少嘅難度，因為可能管理上邊就唔係整體營運商去做晒。咁可能有啲地方係要物業管理公司做嘅，有啲地方可能係碼頭營運商，有啲地方咧就可能康文署去處理。咁但如果將來係用營運商一併去處理嘅時候咧，其實能夠可以做到效果係比較即係拆牆鬆綁多少少。咁可能有一啲活動，可能譬如話係一啲寵物嘅活動啊，或者係一啲親子活動，配合翻嗰個嘅即係嗰個區嘅一啲嘅優勢去做咧，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將來可以做到。咁譬如話你講緊體育園嘅，可能會搞多啲音樂嘅表演，又或者係體育嘅表演。咁去到郵輪碼頭嘅時候，能唔能夠搞一啲另類少少？譬如話可能係一啲粉絲嘅聚會，其實之前都有做過嘅，或者一啲大型嘅活動咧。咁其實往時做咗大型活動咧係有嘅，品牌活動嗰啲都有。咁但係始終就係未必係全部都係好公開性嘅活動，唔係俾一啲公眾可以好容易參與到活動。咁
咁所以如果往後能夠喺唔同嘅活動上邊都可以能夠帶動人流嘅話，要搞多啲公開嘅活動去做咯。係。講到 KPI 嗰度啦，都可以再講一次，究竟喺引入咗邊幾個 KPI 咧？包括就係話每年嘅郵輪嘅停泊次數啦，每年非郵輪活動嘅次數啦，每年非郵輪活動嘅訪客人數同埋附屬商業區嘅租用率。你覺得如果要即係碼頭營運商既要係當然要吸引到郵輪嚟啦，嗰個次數要睇住啦，同時亦都有幾項涉及到非郵輪活動嘅一啲指標嘅時候，有冇營運商有咁嘅經驗，或者外地嘅營運商有冇咁嘅經驗，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喺香港呢一個郵輪碼頭度達到呢幾個 KPI 咧？我自己認為應該咁樣講，其實往前嘅即係現在咧嘅營運商咧，曾經都有做過類似嘅效果嘅，譬如話可能喺郵輪碼頭裏邊搞一啲例如 Slide in the City 嘅活動啦、水上活動啦，亦都有一啲大型嘅時裝品牌嘅表演啦，甚至乎一啲Wine Festival 嘅活動等等。咁但係點樣能夠可以持續再吸引多啲活動嘅承辦商品牌入做，或者一啲能夠搞啲公開活動咧，其實往前都有。所以我自己覺得會係咁樣講，就係唔能夠淨係着重咧喺郵輪嘅招來嘅，即係除咗郵輪停泊之外，其實而家嗰個郵輪停泊都有嘅，其實都有一個好好嘅效果。咁但係始終喺個空間冇郵輪停泊嘅時候，空間剩餘空間仲有喺度。平台花園、郵輪碼頭嘅花園等等，其實都係有空間去做唔同嘅活動。但係始終唔係一拼去一個營運商去做，所以嗰個誘因要再大少少。咁意思我認為就係新嘅營辦商，如果有個誘因就係你要搞得好郵輪碼頭，唔係淨係講緊停泊，係可能講緊人流，講緊使用率，唔同空間嘅使用，甚至乎個 KPI 就係你必須要同周邊嘅地方，包括係1331嘅場地啦，因為1331唔係淨係講緊住宿嘅，就係其實都有一啲表演嘅場地，亦都有一啲唔同嘅青年嘅活動、青年嘅人流喺度衍生出嚟嘅。咁其實都要同周邊做多啲協作，特別當然講緊交通上面都要做多啲嘅協作咧，令到郵輪碼頭可以容易可以更加營運咁樣咯。係啦，所以頭先講到交通呢啲點，我都正係想問，即係講到譬如 KPI 話每年嘅非郵輪嘅活動次數，每年嘅非郵輪活動嘅訪客人數，除咗話營運商自己嘅表現或者做得好唔好之外，對於成個區內嗰啲交通可能都有一個影響喺當中嘅。要點樣再做得好啲，或者配合多啲，吸引到啲非郵輪嘅訪客人數入到嚟去參與咧？其實可以講一講個交通咧。其實將來都會，因為個約其實都去到2028年啦。咁啊，其實之後嘅交通會唔會可以再改善咧？其實亦都預示到係會嘅。咁當然而家有一啲相當嘅小巴線同埋巴士線啦。咁剛剛亦都開咗一個中九龍嘅繞道嘅道路，咁其實對於往後交通可以更加容易去到郵輪碼頭咧，呢個絕對係會做到。咁同時間亦都將來都有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啦，係啦，咁等等呢啲嘅交通嘅配套嘅時候咧，其實喺巴士線啊、小巴線，甚至乎將來會唔會再有一個自動嘅駕駛電嘅車可以喺度營運埋咧咁樣，咁因為而家都已經係試行緊嘅喺我哋啲區裏邊咁樣，咁所以喺交通上邊其實係可以再做得更加好，令到將來如果有去一啲公開嘅活動或者一啲非郵輪嘅活動嘅時候咧，令到居民市民咧更加會想咧嚟郵輪碼頭裏邊消費或者去休閒，因為我哋以前其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草地啦，咁亦都有好多寵物嘅或者係親子嘅空間，咁其實呢個嘅theme 其實都有所幫助。咁但係我都想提及多少少，而家其實我有時都會去郵輪碼頭飲杯咖啡或者係啦，咁啊其實都可以希望可以加強多少少就係一啲泊車嘅一啲嘅優惠，暫時未有嘅。好啊，唔該晒張景勛。